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22章，摩押王邀请巴兰，以色列人搁出发，伫约旦河东边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扎营。西波的囝巴力听见以色列人对阿摩利人所做一切事，摩押人知以色列人真济，就真惊，非常着急。摩押人甲米甸的长老讲：当即阵人要将咱四周围所有的食了，亲像牛食野地的草共款。迄时，西波的囝巴力做摩押的王，伊派使者去幼发拉底河的比夺。比尼的囝巴兰的故乡，邀请伊来讲，有一族的人对埃及出来，因人坐甲看满地面，现在住伫我的对面，因比阮较强，所以请你来替我咒诅遐个人，我才有可能赚赢，甲因赶出这个地。我知你祝福的会得到祝福，你咒诅的会受咒诅。摩押的长老甲米甸的长老就带卜卦的礼金出发去巴兰遐，将巴力的话对伊讲。巴兰对因讲：下暗恁住遮，我会将上主吩咐我的，甲恁回复。摩押的官员就住伫巴兰遐。上帝来巴兰遐问伊讲：来住伫你遮的是啥人？巴兰应上帝讲：是西波的囝摩押王巴力派人来我遮讲，有人民对埃及出来，人坐甲看满地面，请你来替我甲因咒诅，我才有可能赚赢，甲因赶出去。上帝对巴兰讲：你毋通甲因去，嘛毋通甲即个人民咒诅，因为因是我所祝福的。过早起，巴兰起来，对巴力的官员讲：恁倒去，因为上主毋准我甲恁做伙去。摩押的官员就出发，倒去甲巴力报告讲：巴兰毋肯甲阮来。巴力阁派较济较大的官员，因到巴兰遐，对伊讲：西波的囝巴力安尼讲，请你一定着来我遮。我要互你教业的报赏，无论你要求甚物，我拢会互你。所以，请你来替我甲即个人民咒诅。巴兰对巴力的官员讲：巴力就是开厝间的金银互我，我一丝仔都毋敢违背上主我的上帝的命令。请恁沿暗搁歇踮遮，听候我知上主要甲我讲甚物。迄暝，上帝来巴兰遐，对伊讲：既然遮个人搁来邀请你，你就甲因去。毋过我甲你讲的，你着照安尼做。巴兰透早起来，准备驴甲摩押的官员做伙去。巴兰甲伊的驴，上帝因为巴兰甲巴力的官员做伙去，就受气。巴兰骑驴，有2个仆人缀伊。上主的使者来徛伫路呢，甲伊阻挡。如看见上主的使者徛伫路呢，手拿拔出来的刀，就对路呢闪入园。巴兰拍驴，要互伊转来原路。上主的使者来徛伫葡萄园的围路，双边拢有墙。如看见上主的使者，就闪往一边墙。甲巴兰的骹靠着，巴兰就搁拍伊。上主的使者行进前，徛伫较矮的所在，双边无路通越。如看见上主的使者，就拍伫巴兰的下底。巴兰发受气，用管仔拍驴。上主开驴的喙，驴就对巴兰讲：你若无代志，甲我拍3遍。巴兰对驴讲：因为你创治我，我恨袂得有刀甲你刣死。驴对巴兰讲：你从少年就骑我减捌对你安尼做。巴兰讲：毋捌。迄时，上主开巴兰的目睭，伊就看见上主的使者徛伫路呢，手拿拔出来的刀。巴兰就额头拍伫涂骹，
上主的使者对伊讲：你是安怎三遍拍你的驴？我来阻挡你，因为你的所做违背我。驴看见我就闪三遍，伊若无闪，我早就甲你杀死，互驴活地。巴兰对上主的使者讲：我有罪啦，我毋知你徛伫路呢阻挡我。你若无爱我去，我就转去。上主的使者对巴兰讲：你甲因去，毋过你简单会用得讲我爱你讲的话。巴兰就甲巴力的官员做伙去。巴力欢迎巴兰。巴力听到巴兰来，就去摩押城迎接伊。这个城是伫边界的阿伦河边。巴力对巴兰讲：我争辩就热切邀请你，你是安怎无来？你想讲我袂互你到野的报赏是无？巴兰应巴力讲：我都已经来啦，毋过我袂当要讲什么就讲什么，我简单会当讲上帝交代我的话。巴力带巴兰去乌索城，巴力杀牛羊献祭，将祭物送互巴兰以及去接伊来的官员。巴兰第一遍有言。过早起，巴力带巴兰去巴抹巴力。巴兰对遐会当看到以色列人，看到以色列人民分散到倒位。